2026年4月5號週末新聞快訊。立即訂閱我哋，緊貼加拿大新聞時事。安省政府宣布支持一項聯邦國會聯署，要求設立獨立審查委員會，重新評估軍事榮譽頒發機制。呢一次行動嘅核心係爭取為已故阿富汗戰爭老兵 Jas La Rochelle 追頒本國最高軍事榮譽維多利亞十字勳章。Jas La Rochelle 於2006年喺阿富汗身受重傷，但係仍然單人匹馬擊退數十名塔利班武裝分子。雖然勳章自1993年創立以嚟從未頒發，但呢一次聯署已經獲得超過16000名國民支持。安省議員 Vic Federley 形容呢個係跨黨派嘅共識，務求確保國家英勇戰士獲得應有嘅認可。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宣布，將繼續無限期禁止從超過100個狂犬病高風險國家進口救助犬。聯邦政府強調，由於狂犬病對人畜都有致命危險，現階段必須維持禁令，以保障公共衛生。呢一次措施原本喺2022年9月生效，涵蓋嚟自中國同埋烏克蘭等地嘅代領養犬隻。非牟利法律組織 Animal Justice 批評加拿大係全球唯一實施呢一類全面禁令嘅國家，令大批健康動物失去喺加拿大尋找家園嘅機會。但係有獸醫支持政府決定，指出狂犬病死亡率高達99%，唔能夠冒險讓病毒進入本國。受伊朗戰爭影響，全球航空燃油價格飆升到每公升大約1.92蚊，引發新一代最嚴重嘅能源危機。由於霍爾木茲海峽航道受阻，加上能源設施受損，專家預計全球燃油短缺將會產生連鎖反應，導致北美油價持續上升。麥基爾大學教授 John Gradek 警告，燃料危機可能令全球航空公司面臨倒閉或者裁員，甚至引發夏季旅遊混亂。雖然本國國內航線嘅燃料供應相對穩定，但係往返亞洲同中歐等燃油短缺地區嘅國際航班，最早可能喺4月中旬開始面臨停飛風險。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喺星期六凌晨執行阿提米斯2號繞月任務期間，同地球進行歷史性首次視像通話。目前身處 NASA 獵戶座太空船嘅 Hansen 形容親身乘搭火箭嘅震撼感遠超模擬訓練。從深太空回望地球，美景令人驚嘆。呢一次為期10日嘅任務係50幾年嚟首次載人繞月航行。Hansen 除咗係首位進入深太空嘅本國太空人，佢嘅同胞 Jenny Gibbons 亦都成為首位獲得認證嘅本國太空船通訊官。Hansen 預告稍後會觀賞到月球掩日蝕嘅罕見奇觀，並會透過直播同國民分享太空點滴。安省特別調查組完成2025年12月6號多倫多火車站致命槍擊案嘅調查，組方裁定涉案警員開槍屬合法武力，不予起訴。事發於當日凌晨約1時40分，多倫多探員接報，指一名32歲男子在丹科高火車站樓梯間持槍。警員抵達之後，嗰男子突然拔出，其後證實為 BB 槍嘅物體指向警員。警員隨即開槍擊中對方。調查主任 Joseph Martino 指出，警員當時係為咗保護自己免受合理預期嘅攻擊而開火。雖然男子送院之後傷重不治，但係特別調查組認為喺當時情況下，警員使用武力嘅理據充分。多倫多西區一個住宅單位喺星期日清晨發生持刀傷人案，一名20幾歲女子受傷送院。
多倫多警方喺朝早大約6點10分接報，指 Ossington Avenue 同 Harbour Street 交界附近一個單位發生衝突。警員抵達現場之後，發現受傷女子被利器割傷，好彩傷勢冇生命危險。警方隨即拘捕一名50幾歲男仔，佢亦都被送往醫院檢查。救護員話，現場另有一人因為其他身體問題送院，目前情況嚴重，但係穩定。警方正係調查兩名當事人嘅關係同事件起因，目前仍然有警員喺現場搜證。安省政府宣布計劃立法打擊黃牛，禁止以高於原價轉售演唱會以及體育賽事門票。省長福特·德科強調，要終結扼殺消費者嘅行為。新例將會趕及喺2026年夏季世界盃前實施。但係羅特曼管理學院教授 Richard Powers 警告，如果合法平台失去利潤誘因，交易恐流向缺乏保障嘅黑市，反而增加國民遇上詐騙嘅風險。專家同時質疑省府點樣監管 KGG 等境外平台，認為只要需求大於供應，非法二手市場便難以根除。安省特別調查組正調查一宗涉及26歲男子醉駕嘅嚴重車禍，事發喺星期六傍晚大約6點20分。多倫多警方接報，話一部本田 Civic 喺 Eastmore 同 Bloor Street 交界高速行駛，該車隨後撞向一部 SUV， 司機一度棄車逃走，但不久後被拘捕。警方最初指有2名行人被撞，其後澄清受傷嘅係 SUV 內嘅一男一女，2人傷勢嚴重送院，因為事件涉及警務人員行為，可能導致他人重傷。民事監管機構特別調查組已經介入，調查警員喺追捕同埋拘捕過程中嘅角色。加拿大食品檢驗局發出緊急通知，由於擔心受到李斯特菌污染，宣布回收多款預先包裝嘅沙律、芝士以及料理包。受影響產品包括喺亞伯達省同埋卑斯省等地銷售嘅 Co-op 品牌沙律，以及喺全國發售嘅 Bothwell、Goldstream 同埋 Paradise Island 等多個品牌嘅碎芝士。此外，知名料理包品牌 HelloFresh 部分產品嘅芝士配料亦都喺回收之列。雖然當局目前尚未接獲國民食用後不適嘅報告，但係提醒受污染食物嘅外觀或者氣味未必有異，食用後可能出現嘔吐同埋發燒等症狀。當局呼籲國民應該立即停止食用受影響批次，並查看官方網頁嘅詳細列表。對大多數人嚟講，回收垃圾可能係一件苦差，但係卑斯省5歲男童 Himmet Rai 卻視之為最愛。佢星期六同10幾名同學喺 Maple Ridge 回收中心慶祝5歲生日。營運該中心嘅 Ridge Meadows 回收協會表示，呢個係中心運作50幾年嚟首次有市民喺中心舉辦生日派對。Himmet 自18個月大開始已經對回收產生濃厚興趣。派對當日，佢同親友一同參觀重達450公斤嘅廢紙打包過程，並觀看機器壓碎微波爐等舊電器。佢嘅父母表示，個仔平時會主動進行垃圾分類，並將回收物搬到路邊。中心希望透過呢一次活動，向本國年輕一代推廣減少廢物同保護環境嘅文化。保守黨黨魁博勵治正調整部署，向影子內閣成員發出馬斯克式信件，要求眾人證明個人價值。星期一發出嘅電郵被保守黨人稱為 .G 式郵件，參考咗馬斯克嘅政府效率部。該部門舊年曾經向美國聯邦政府員工發電郵，要求列出過去1星期嘅成就，否則就要辭職。博勵治辦公室呢一封電郵引起部分人不滿，亦都有人認為係侮辱，證明領袖同黨團核心脫節。一名獲准匿名發言嘅國會議員表示，情況簡直荒謬，黨內目前有好多不滿聲音，
另一名國會議員話，博勵治1年內只有2星期表現良好，其後回復原狀，要求別人每5分鐘證明一次自己。佢批評若果要改組內閣，應該直接行動，唔好玩呢種愚蠢遊戲。發俾保守黨影子部長嘅電郵，要求提供社交媒體表現及媒體採訪例子，以及喺各自職責領域點樣發揮影響力，並詢問眾人係咪仍然有興趣留任。對於非博勵治心腹嘅成員嚟講，被要求展示嗰啲甚至未獲批准進行嘅媒體採訪，令佢哋感到困惑。即使唔擔心被撤換嘅人，亦都對呢一種做法及訊息感到惱火。呢個係博勵治黨團表達不滿嘅最新體現。自2026年1月喺卡加里舉行為咗解決領導權問題嘅會議以嚟，當時博勵治獲得87.4%支持，但內部情緒依然灰暗，被多人形容為士氣低落。好多保守黨國會議員認為佢哋嘅領袖永遠無法勝選，因為佢無法提出一個能替代已被加拿大人拒絕嘅方案。亦都有一位國會議員質疑，唔應該喺無法取勝嘅領袖身上浪費時間精神。另一名核心小組成員總結指，高層根本冇策略。保守黨議員已經厭倦擔任反對黨，有人覺得貢獻未受重視，亦有人覺得博勵治過於拉攏支持保守黨嘅年輕男性，忽視咗已流向自由黨嘅高齡選民。喺博勵治準備改組團隊嘅同時，預計卡尼亦都會採取行動。喺大學玫瑰谷參選嘅 Daniel Martin 醫生預料將會加入內閣，而表現較弱嘅部長如移民部長迪亞布則會被免職。內閣改組傳聞亦都促使卡尼團隊同保守黨議員商討，雙方持續接觸，未來可能有更多人轉投陣營。保守黨核心小組現實上正係同現任領袖捆綁，由於目前冇明顯挑戰者，幾乎冇理由發起政變或者強行投票。保守黨議員舊年通過規則，容許20%核心小組成員，即係141人中嘅29人觸發黨魁審查，但係目前唔清楚不滿者能否勝出。博勵治並唔想離開，佢會反擊，而且佢喺基層黨友中仍然受歡迎，冇人想因公開挑戰領袖失敗而暴露身份。部分對政變持冷淡態度嘅人，仍然希望改組能夠包括高層領導團隊。亦有人擔心，若果由新晉議員取代資深成員擔任要職，會引發內部反彈。保守黨從2025年大選落敗中吸取教訓，認為過於聚焦博勵治具侵略性嘅性格，忽視咗團隊嘅平衡作用。該黨正嘗試為佢建立新形象。佢喺星期四接受行政總裁日記主持人 Stephen Bartlett 訪問時，透露咗同父母同患有非言語自閉症女兒嘅關係細節。但呢一次訪問亦都表明，博勵治唔會調整核心政治主張。相反，佢而家正爭取時間，等待卡尼出錯，並希望佢嘅訊息能夠引起大眾共鳴。佢認為政府支出導致通脹同缺乏私人領域自然資源項目投資，令勞工階層變得貧窮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對今日新聞嘅睇法，仲有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啊！